大家好，我是曾翠玲。这几天越南有进一些中国的疫苗给越南人打，但是很多越南人就喜欢打美国和别的国家疫苗，也不愿意打中国疫苗。在打疫苗的地方，很多越南人在等打疫苗。但是到时候打就发现中国疫苗就反对，然后就回家。他们很多人还是骂越南的国家为什么进中国的疫苗。这几天在越南的网上有发很多视频很多评论反对打中国疫苗。我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他们不理解嘛，然后我就有进去给别人解释一下，但是别人太多人了，我一个人出不来。我总结一下为什么越南人就反对打中国疫苗。第一是就本来在心里就不喜欢中国人，第二是就是怕中国的疫苗没效，怕中国的疫苗质量不好，不够安全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这越南人就100个就有90个人就觉得新冠肺炎就是中国人发明这个疫情去害美国和别的国家，所以好恨的。好，本次视频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大家。